你係咪都覺呢2年做乜都食力不討好，好似點努力都揾唔到出路咁？明明自己已經好俾心機，但係成果永遠唔成正比。夜晚瞓覺前諗起聽日又要返工，個心就屈啲屈啲唔舒服。我同你講，呢個唔係你唔夠勤力，亦唔係你運氣特別差，而係成個天地嘅磁場已經靜雞雞轉咗彎，你仲用舊時代嘅方式去揾食，梗係覺得處處碰壁啦。我係天機轉運堂嘅主持人，睇咗風水命理幾十年，呢2年最多人問我嘅問題就係點解以前行得通嘅嘢，而家全部死火？點解明明自己冇做錯乜嘢，但就係周身唔聚財？今日我就一次過同你拆解。呢個影響未來20年嘅超級大運，究竟搞邊科？你只要跟住我講嘅去做，我保證你唔單止可以甩咗而家浸衰運，仲可以借住呢股東風一鋪翻盤。記得撳個關注，訂閱天機轉運堂，仲要撳埋旁邊個小入燈，咁你先唔會錯過之後嘅重要內容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睇。要明白點解而家咁多嘢唔同晒，你先要知乜嘢係白運同九運風水學上。我哋用3元9運嚟劃分時間，每一個運管20年。剛剛過號嘅白運係屬土嘅土，代表乜嘢？代表大地，代表實體，代表高樓大廈，代表房地產，代表傳統製造業。你諗下，過去20年係咪做地產嘅發達，起樓嘅賺到笑，開工廠嘅雖然辛苦，但都叫做有得做？呢個就係白運嘅力量。你踩中咗個風口，就算你資質平庸都可以飛上天。但係白運已經行完啦。而家係2026年，我哋已經正式踏入九運。九運屬火，叫離火運火，代表乜嘢？代表虛擬，代表互聯網，代表人工智慧，代表文化創意，代表心靈修行，代表視覺同眼睛。你而家明唔明點解舊時嗰套唔 work？因為你仲用緊土運嘅思維去應付火運嘅世界，就好似你仲抹住部老爺車，但條路已經變咗高鐵軌道，你點跟得上？呢個轉變係劇烈嘅，亦係殘忍嘅。好多人喺呢2年被淘汰，唔係因為佢哋唔努力，而係佢哋嘅行業、佢哋嘅思維模式被時代嘅巨輪掠過。但係你唔使驚，因為每一次大運交替都係一次財富同地位嘅大洗牌。你揸得啱，你就可以由低下階層一躍而成身嘅中產，甚至富豪。你抓唔到，就只可以眼白白睇住人哋發達，自己繼續沉淪。你諗下，以前做實體店嘅，只要個位置好，唔使點宣傳都有人流。但而家呢，就算你開喺最旺嘅銅鑼灣，如果冇線上推廣，一樣拍烏文。以前做製造業嘅，接到一張大單就可以食幾年。但而家呢，訂單越嚟越碎，競爭越嚟越大，利潤越嚟越薄。呢啲全部係土運退晒，火運未接上嘅陣痛期。你唔好覺得係自己唔掂，其實係個大勢轉緊，你未跟得上個節奏啫。咁究竟邊啲人係九運最旺嘅呢？第一個要講嘅就係生肖。九運屬火，火局嘅生肖就最得令。邊幾個生肖係火局？壬午戌三合火局，即係老虎馬狗呢3個生肖嘅朋友，恭喜你哋未來20年係你哋嘅大舞台。尤其係屬馬嘅，你本身就係火入到九運，就好似如魚得水。你嘅事業、你嘅知名度、你嘅影響力會爆發式精製。屬虎嘅，你係火嘅長生位，即係火嘅源頭，你會有源源不絕嘅創意同精力。你係嗰啲永遠有點子、永遠有新嘢玩嘅人。屬狗嘅，你係火嘅墓庫，即係火嘅收藏之處，你好容易聚到人氣同財氣。你做任何同人有關嘅行業都會特別順利。但係如果你唔係呢3個生肖，係咪就冇運行？當然唔係。有幾個生肖雖然唔係直接屬火，但係同火有特殊關係，一樣可以借到運。例如屬蛇嘅蛇本身就係小火，同九運嘅大火係同氣連枝。你哋會由細火變成大火。以前可能淨係喺自己個小圈子有影響力，未來20年你會慢慢走出嚟，變成眾人皆知嘅人物。屬兔嘅兔係木木生火，你係火嘅印星，即係火嘅父母。你只要識得將自己嘅才華同創意輸出，你一樣可以食到呢個運。你係嗰啲越老越值錢嘅人，經驗同智慧會喺呢個運入面大放異彩。屬豬嘅，你係水，水會克火，表面睇好似相沖，但其實只要你識得用木嚟通關，即係多啲學習，多啲創作，你就可以將相克變成相生，一樣有運行。你記住，你今年最緊要嘅2個字就係學習，學到嘅嘢就係你嘅通關秘笈。至於其他生肖都有各自嘅轉法，關鍵係要識得順勢而為。屬牛嘅，你係土，火生土，你雖然唔係最旺，
但係你係火嘅受益者，你只要跟住個潮流走，你一樣可以分到一杯羹。屬龍嘅同屬羊嘅都一樣係土，你哋係九運嘅穩定力量，做好自己本分，唔好太急進，一樣有運行。屬猴嘅同屬鼠嘅係水相對辛苦啲，但只要你肯變，肯學新嘢，唔好固步自封，一樣可以轉危為機。屬雞嘅係金，火克金，你哋會感受到壓力，但壓力就係動力，逼你提升自己，逼你轉型，過到呢關你就係一條好漢。你而家可以喺評論區打低你嘅生肖，等我睇下邊個生肖嘅朋友最積極，我之後可以講得深入啲。講完生肖，我哋再睇下八字入面更深層次嘅秘密，就係你嘅日元。八字有10個日元，即係甲木、乙木、丙火、丁火、戊土、己土、庚金、辛金、壬水、癸水。九運屬火，最直接得益嘅就係屬火嘅日元，即係丙火同丁火。丙火係太陽之火，代表光明，代表權威，代表知名度。你如果係丙火日主，未來20年你會有好多機會企喺台前，成為眾人嘅焦點。無論你做邊行，你都會有話事權。你做演藝、做政治、做管理、做任何需要面向公眾嘅行業，都會有如神助。丁火係燈燭之火，代表文化，代表智慧，代表細輝嘅服務。你如果係丁火日主，你好適合做教育、心理輔導、文化藝術、新媒體呢類工作。你嘅光芒雖然唔及太陽咁刺眼，但係溫暖而持久，可以照亮好多人。你唔好羨慕丙火咁耀眼，因為丁火嘅力量在於持久。你係嗰啲可以做到老學到老嘅人。除咗丙火、丁火、甲、乙木呢2個日元都好有運行，因為木生火，你係火嘅食神相官，即係你嘅才華同創意可以完美咁輸出同變現。你諗下，而家係咩時代？係內容為王嘅時代，係知識變現嘅時代。你只要有嘢講得出口，寫得出手，拍得出片，你就可以揾到錢。甲乙木嘅朋友，你哋嘅春天到啦。以前可能你哋成日覺得懷才不遇，明明有料，但係冇人欣賞。而家呢個運就係為你哋而設，你只要夠膽企出嚟，將你嘅嘢攞出嚟俾人睇，你就會發現原來有咁多人 buy 你。但係有啲日元就要小心啲，例如壬水、癸水、水克火，你哋同九運嘅氣場係相克嘅。如果處理得唔好，你會覺得做乜都唔順，尤其係健康方面，好容易有心煩、失眠、血壓高呢類同火有關嘅毛病。但係唔使驚，相克唔一定係壞事，只要你有通關嘅嘢，即係木，你多啲睇書，多啲學習，多啲種作，將你嘅水轉化成木，再將木轉化成火，你就唔單止冇事，仲可以借力打力。你記住，你越係覺得唔順，就越要學新嘢。學新嘢就係你嘅救命稻草。至於戊土、己土，你哋係火生嘅土，即係火嘅仔，你哋會承接火嘅好處，但係你哋本身嘅個性會比較保守，要小心唔好太固執，要學識接受新事物庚金。辛金係火克嘅金，你哋會感受到壓力，但係壓力會令你哋變得更加值錢。好似金要經過火煉先會變成純金一樣，你哋要主動去揾壓力，挑戰自己，唔好怕辛苦。除咗日元，出生季節都好重要。如果你係西定11月8日至次年2月18日出生，即係冬天出世嘅，你本身就係過火命，因為冬天水旺火弱，你嘅身體入面就好似缺咗一把火咁，成日都覺得凍冰冰，冇乜動力。而家九運嚟到，成個天都俾火你。對你嚟講就係20年嘅大補藥，你會覺得成個人醒神晒，以前諗唔通嘅嘢，而家一諗就明；以前做唔到嘅嘢，而家手到拿來。所以冬天出世嘅朋友，你哋一定要好好把握呢個運，呢個係你人生翻身最大嘅機會。相反，如果你係夏天出世，即係西歷5月5日至8月7日之間，你本身已經火旺，九運再嚟火，就會有過熱嘅情況。你哋要小心嘅係燥火。即係脾氣暴躁衝動，做錯決定。你哋需要多飲水，多去海邊，多接觸藍色黑色嘅嘢嚟平衡。你哋唔使再補火，反而要泄火，將過多嘅能量用創作、用運動、用任何方式去抒發出去，咁就啱。你可以喺評論區打低你嘅出生月份，等我幫大家睇下你係咪我火命，俾啲貼士。你搞掂咗個人命你嘅嘢，我哋一定要睇下日常生活入面有啲乜嘢致命嘅錯誤。你日日做，但係完全唔知其中最大嘅一個就係朝早起身嘅習慣。你而家係咪一齊伸手就自然咁摸部手機，然後喺黑暗嘅被窩入面眯埋眼睇資訊、睇新聞、睇社交平台？我話你知呢個動作係喺度慢性自責緊你嘅運勢。
點解咁講？因為九運屬火，眼睛係屬火嘅，手機熒幕發出嘅係乜嘢？係藍光。藍光係一種消耗性嘅虛火。你朝早起身嘅時候，你身體入面嘅陽氣啱啱開始生發，就好似一盤啱啱點着嘅小火苗，你唔去保護佢，反而用手機嘅藍光虛火去燒佢，就好似你啱啱生火就淋一盆凍水落去，你咁樣搞法，你全日嘅精氣神就會俾手機吸乾。你係咪發現有時一起身就睇手機，睇完個心會突然之間好亂、好焦慮，或者無端端好悶，就係咁解。仲有你瞓覺之前睇手機都係同一道理。夜晚係陽氣收藏、陰氣上升嘅時候，你嘅身體準備要休息，但你用藍光去刺激對眼，就等同叫個腦繼續開 OT。你咁樣點瞓得好？瞓得唔好，第二日又點會有精神？冇精神又點會有運行？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㗎。正確嘅做法係點樣？你一齊身，千祈唔好掂部手機，你應該行去窗邊，拉開窗簾，望住出面嘅天空，俾自然光入你隻眼。如果係好天，你可以望住個太陽1-2分鐘，但唔好直望太耐，望佢周圍嘅光就得。呢個動作叫接神光。自然光係真正嘅火，係生火，會點燃你身體入面嘅陽氣，令你成日都精神爽利。你試下連續做7日，你就會發現你嘅專注力、你嘅情緒，甚至你嘅運氣都會有明顯改善。如果你住嘅地方見唔到太陽，或者成日都陰天，咁你可以開一支暖光嘅燈，望住佢一陣。效果雖然冇太陽咁好，但都好過睇手機。記住，暖光係生火，藍光係虛火，呢個係天能之別。跟住落嚟講屋企風水九運離卦方位上，對應正南方，你屋企嘅正南方位，你未來20年嘅財位同運位，你一定要搞好佢。正南方最忌堆雜物，尤其係爛鞋、舊衫、冇用嘅紙皮箱，你堆晒啲垃圾喺正南，就好似將你間屋個運門塞住咁。好運想入都入唔到。仲有正南方千祈唔可以有漏水或者竇水嘅情況，因為水會克火。你正南有水，即係自己淋熄自己嘅好運。你應該點樣佈置正南方？首先保持乾淨整潔，呢個係最基本。你每星期至少清潔一次，抌走啲塵，等個氣場可以流動。然後你可以擺一盞暖光嘅落地燈，夜晚長開，用燈光嚟補火。暖光係最好嘅風水催旺工具，又平又實用。你唔好覺得長開燈嘥電，嗰啲電費同你將來賺到嘅錢比，濕濕碎啦。另外你可以擺一盆佛字嘅綠色植物，例如富貴竹、發財樹、金錢樹，呢啲植物屬木，木生火，可以幫你催旺正南嘅火氣。但係你要記住，千祈唔好擺仙人掌或者有刺嘅植物，呢啲嘢帶煞氣，會破壞你嘅氣場。仙人掌係用嚟擋煞嘅，唔係用嚟催運嘅。你擺錯咗就大件事。如果你嘅正南方係廁所或者廚房，咁點算？呢個係一個比較棘手嘅問題。如果正南係廁所，即係火位被水浸，你會覺得點努力都好似俾人淋冷水咁。你唯一可以做嘅係長期關住廁所門，同埋入面保持乾爽，千祈唔好有積水。如果可以喺廁所入面擺一盆內陰嘅植物，例如虎尾蘭，用木去通關。如果正南係廚房，本身已經屬火，再加火就會過熱，你要用多啲白色、藍色嘅佈置去平衡，例如用白色嘅牆壓、藍色嘅抹手布。除咗正南方，廚房嘅風水都好緊要。廚房本身屬火，灶頭係火源，洗碗盤係水。如果你間屋嘅灶頭同洗碗盤係正對住，或者係成一直線，呢個就叫水火相沖。呢個局會令住喺間屋嘅人脾氣暴躁，容易同人嘈交，仲會破財。點解？因為火同水打交，能量就內耗晒。你個人就會覺得好攰好煩，做乜都唔順。點樣化解？好簡單，你用木嚟通關，喺灶頭同洗碗盤之間放一盆綠色植物，或者鋪一塊綠色嘅廚房地特，綠色屬木，木可以泄水嘅氣，又可以生火嘅氣，將水火嘅衝突變成和暗。呢個小動作可以幫你同屋企人減少好多無謂嘅爭執，家庭和睦，自然就和氣生財。你試諗下，如果兩公婆成日喺廚房嘈交，煮出嚟嘅飯都冇咁好食啦，係咪？講咗咁多外在嘅嘢，我最後想同你講內心嘅修行。九運係火運，火嘅能量好大，佢可以成就你，但係一樣可以燒到你。如果你嘅心唔定，你嘅火就會變成狂躁之火。你會焦慮，會失眠，會同人衝突，會做錯決定。但係如果你識得收心，你就可以將呢股火轉化成智慧之光，照亮你嘅前路。每日用10分鐘時間，揾一個冇人騷擾嘅角落，
關掉手機，靜靜咁坐喺度，唔使諗太多複雜嘅嘢，淨係留意自己嘅呼吸，吸呼吸呼。當你嘅心靜落嚟，你就會發現你嘅直覺會變得好準，好多以前諗唔通嘅問題會突然之間出現答案。呢個就係離火賦予你嘅智慧。你唔好覺得呢啲嘢好玄，其實好科學噶。當你個心靜咗，你嘅腦電波就會進入一個更加清晰嘅狀態，你自然就諗到好嘅辦法。你仲可以試下寫日記，每日臨瞓前用5分鐘時間寫低今日發生嘅3件好事，唔需要係乜嘢大事，可能係飲到一杯好正嘅咖啡，可能係同事同你講咗句多謝，可能係你睇到一嚿雲好靚。呢個動作可以幫你將注意力集中在正面嘅嘢上面，慢慢你就會發現好運會越吸越多。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嘅實際應用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天機轉運堂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需要轉運嘅朋友。你分享一次，可能就幫到一個人避開一個坑，呢個就係功德。最後祝願各位朋友喺呢個九運離火嘅大時代入面，6時吉祥，唐家平安。無論你而家處於幾低谷，記住火嘅特質就係向上，只要你肯跟住個運去行，你一定可以攀上人生新嘅高峰。我哋下期再見。